再来看花莲有一个55岁姓林的查甫人，去互发现讲人倒伫咧车边啊，叫袂精神。警察到位才知影讲，原来伊是啉烧酒醉才跋倒。嘛烦恼讲这马天气遐热冷，恐惊有失温的状况，赶紧先叫救护车甲送医。一名男子因不胜酒力，倒卧在玉里镇联明街9号之车棚。初步检视，男子外观并无其他伤势。由于连日气温骤降，遂立即联系家属。 为家属皆不在本地，无法前来接送。本所同仁发挥同理心，生怕民众因此失温，便立即通报玉里消防分队送医治疗。各地出动寒流救护，根据统计，全国紧急救护乌卡的人数，干那这3天都已经有241件。敢是甲天气冷有关系，佮犹太调查。不过消防局也是提醒，尤其是厝内有时大的，爱更加注意，莫去寒着。 有心血管病，就一定爱穿好烧。